如果你問呢個頻道呢個課程幫唔幫到你做品牌擴展，其實真正嘅問題從來都唔係幫唔幫到，而係幫到你幾多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好多人都諗緊品牌擴展，第一時間咧就係諗方法、技巧、平台同工具。但我想你停一停，先諗清楚一樣嘢：品牌擴展嘅本質其實係影響力擴展，而影響力係信息直接進入潛意識嘅結果。影片係目前最有效將信息植入記憶同潛意識嘅媒介，呢個係心理學同認知科學嘅共識。但大多數人用影片只係當佢係資訊載體，完全冇策略、冇潛意識設計，所以效果自然有限啦。真正可以令你贏嘅關鍵，唔係你學多幾招拍片技巧，而係你有冇願意調整自己對品牌、影片同營銷嘅思維框架。如果思維唔變，就算用 AI， 用再多啲嘅工具，都只係加快做錯嘢嘅速度，做得更加多錯事嘅啫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